亲爱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14节，约翰一书第1章到第3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罪甲赦免。伫早期教会发展天主教、东正教的传统的中间，礼拜两个建筑礼拜两厅大厅边拢有几座这个插头的小房间，咱一般称因做各解室。各解室的作用就是互一般的信徒做因认罪的所在。现在来讲，就是有迄种协谈的功能，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人必须爱愿意行入伫迄个各解室。认罪所期待的是被赦免，这是伫基督信仰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因为迄就是上帝真特别的恩典。早期伫旧约的时代，透过祭司的献祭、赎罪祭，后来就变成做是各解、奉献，以及伫中国世代互人真无法度接受，并且来引起着宗教改革的赎罪券。伫现代教会，咱所强调的认罪祈祷。我去但以理面对着受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民，伊读着圣经，并且默想着耶利米先知的话，伊就为着以色列人来认罪来祈祷。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14节的记载。但以理为着同胞祈祷，米底亚人亚哈随罗王的囝，大流士统治巴比伦的国家一年，就是伊做王的第1年。我但以理伫经典读到上帝启示先知耶利米关系耶路撒冷荒废70天的记载，我就主上帝祈祷，恳求金正穿满三恢复，对伊求问这个事。我上帝，我的上帝祈祷，认罪讲：主啊，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守约施恩慈爱。互所有听你的，遵行你诫命的人，愿有犯罪行不义的事，最歹背叛你的诫命甲规例。你的仆人正先知捌奉你的名对阮的君王、官长、祖先甲全国人民讲话，毋过阮拢无听叹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。阮这的犹太人、耶路撒冷的子民，以及互你赶出去近各国的以色列人民，对古早到现在拢同款自处见效。因为阮背逆你，上主啊，阮甲阮的君王、官长、祖先有得罪你到满面见笑。毋过，虽然阮背叛你，毋听你的话，无顺从你通过你的仆人正先知对阮宣布的律法，主阮上帝，你要顾充满慈爱，佮一直赦免阮。阮所有的以色列人有违反你的律法，偏离，毋听叹你的话。所以你的仆人摩西的律法所记载的咒诅，甲上帝立誓要降的灾厄，就摒伫阮的心上，
互实在有会得罪你。你有实现你对阮甲统治阮的官长所境界的话，互大灾难临到阮耶路撒冷受到的是天下无有一个城市捌拄到的灾难。你互摩西律法所记载的灾难，拢临到伫阮的心上。毋过，阮竟然无困求上主阮的上帝的施恩，互阮愿当心离开罪恶，明白你信息的话。对安尼，上帝决意互灾难临到阮，因为上主阮的上帝所做拢是公义。毋过，阮无听叹你的话。认罪了后，倒转来正道，这是上帝赦免以及救恩。如果无认罪，等于就是讲会通顶候迄个犯罪所需要面对的处罚。会通讲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吼。无论这律法的规定是严还是无，就会听到会当认罪的人，会通搁再一次甲上帝定心来结连。约翰一书讲，这是甲上帝团契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是记赦的上帝，这个代表撒旦的罪袂当甲上帝连做伙啦吼。所以约翰一书第1章第3节到第10节安尼讲着。阮看着，佮听着，现在嘛对恁宣布，是要互恁嘛甲通甲阮有团契。这个团契是阮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。阮写这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。上帝是光。阮对上帝的囝听到现代传互恁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是光，伫伊完全无有黑暗。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，犹豫继续伫黑暗中的活，这是白贼，是无行真理。毋过上帝伫光明的中间，咱若愿意安尼行伫光明的中间的生活，就互相有团契。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。咱若讲咱拢无罪，是骗家己，真理无伫咱的内面。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的，伊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咱若讲咱毋捌犯罪，是甲上帝看做白贼，伊的道无行伫内面。是啦，光甲暗是无法度团契，是无法度结连做伙。只有人愿意认罪，得罪得赦免了后，才会当对黑暗中当作光明归伫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来团契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求上帝引带保护。讲上主啊，我的心神仰望你，我的上帝，我信靠你。毋通互我失败甲直到见效，毋通互我会对着因为赢我来挂口。所有等候你帮赞的人，一定袂直到见效。会拄着见效的是遐个无缘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你的道，将你的道来教示我。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，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规日听候你。上主啊，求你会记得你的怜悯甲慈爱。因为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人，叫你毋通记掉我少年的时的罪过甲过失。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恩惠会记得我。因为上主良善佮正直，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。
伊要用公平引带谦卑的人，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逊的人，守伊的约甲伊的诫命的人，上主统用慈爱甲信实款待因。感谢主立命阮，只是阮是不足的，也互阮会通来谦卑伫主的面前，愿意认罪来悔改，甲主定心来结连一个团契的生活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小名求，阿门。